大家好，这段要介绍两个定写毋对的物件吼，就是即吼，甲第八声即，咱若后壁加一个呢，吼，加一个安怎读的？即个是第四声嘛，吼，较低即，这较悬第八声即，咱迄阵学过吼。咱即两个声咧变调的时阵吼，加变悬的吼，所以即后壁加一个，咱若变声调变成即吼，即个，这是即吼，咱若伫迄落后壁佮加一个吼，就变成一个吼，一个所以讲即个甲一个，咱咧写的时阵吼，定有可能分毋对吼。即个就是讲即个物件吼，即个物件。就是英语的即个啦吼，即个物件这是一个吼，一个就是安尼吼，一个one嘛吼，一个有迄阵我家己咧写的时阵吼，有当时会偷食步啦吼，偷食步是啥意思吼？就是讲我若要写下骹即个的时阵吼，你嘛会看人个写，我会写数字吼，我会写一个吼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若数字上我安尼写若要写罗马字的时阵，都要注意吼，这是即吼，即2、3、4的即吼，这是即吼，即吼，即个吼，即个物件一个物件，这是无共款的意思。所以你咧读咧写的时阵吼，即两个字吼，还小迄落加练习一寡啦吼，久了家己找方法甲记起来吼，较袂分对吼。这是我迄阵家己咧写吼，写到后来时嘛是有当时无小心吼，会看毋到迄落读毋对的物件。所以讲，即个头一步其实若写吼，互看的人较简单看，这其实嘛是有伊的好处啦吼。这互我家己经验吼，直接互大家做一个参考。